緣分係人生中既神秘又奇妙嘅連結，佢係命中注定嘅偶然機遇，彷彿冥冥中早已安排好誰會遇見誰，好似一場偶然中嘅必然。從素不相識嘅陌生人到成為生命中嘅朋友或者伴侶，往往就係喺呢個睇唔見嘅緣分之線牽引下，一步步走近。呢份連結需要時間嚟印證其深度，有時候總要喺深入了解一個人之後，先至會感受嗰份緣分嘅厚重與珍貴。亦都有時候失去以後，先恍然明白當初嘅相遇，原來係咁樣值得眷戀。呢份心情讓人成長，亦都教會我哋珍惜每一個走進生命嘅人。然而，緣分不只係一場被動嘅等待，佢更需要我哋主動。當遇到投緣嘅人或者難得嘅機會，透過真誠嘅溝通、用心嘅互動與換位思考，都能夠為緣分澆灌養分，讓佢喺彼此心中生根發芽。當然，緣分亦有其深淺，若彼此最終漸行漸遠，也許緣盡亦係一種釋懷嘅智慧。呢個時候，冇緣分唔係消極嘅藉口，而係幫助我哋學會放下，坦然接受生命中嘅嚟與去，調整心態，繼續前行。緣分就好似人與人之間一座無形嘅橋梁，連接住必然嘅相遇與無限嘅可能。佢帶我哋認識形形色色嘅人，體驗唔同嘅故事，豐富咗生命嘅風景。因此，願我哋都能夠珍惜每一段緣分，無論長短，都視為人生難得嘅福氣。接納距離，優雅地送佢走，喺緣起緣滅間，活出坦然與感激。